大家早晨，一如市場所料，美國聯儲局公開市場委員會議息之後咧，結果係維持現行利率不變嘅。以色列同埋伊朗嘅戰事咧繼續進行，究竟美國甚至俄羅斯會唔會參與呢？咁就係市場嘅焦點啦。港股事前分析，今朝早我哋講題係恒指量度跌幅目標，我會同大家計一計恒生指數再跌落嘅話，而一個勢係向下噶嘛，反覆向下噶嘛，一浪低於一浪噶嘛，超短期嚟講啊，究竟會跌到邊度㗎？喺呢個恒生指數陰陽燭日線圖上邊，剛才我講咗短期嘅阻力咧，就係呢一個係6月11號低高位24439啦，就睇嚟已經下移咗去到呢個嘅24131啊，6月24131.4467日嘅高位噶啦。咁我哋睇呢個，再睇呢個短期阻力。當然你話我唔信邪嘅，佢會好快轉升嘅，有利好消息出現嘅，咁你就先至睇呢個啦。3月19號高位24874.39啦，不過我就唔會睇啦。而家呢個咁因為我係睇淡嘅短期後市，唔係睇好嘅。你拗頸要睇好就睇呢個啦。好啦，咁重要嘅支持位。未講重要支持位之前咧，我哋之前以前提過一個咧，應該記得今個禮拜、上個禮拜提過一個咧，就係前升浪頂5月21號高位23917，係一個好淡分水嶺。咁尋日再度翻去下邊，嗱，呢個一日兩日去咗下邊，前日翻去上邊失而復得，尋日又得而復失咯。咁即係話咧，呢一個咧，亦都可以被視為一個23911。23951對唔住，23951.14咧，成為一個初步阻力位嘅支持位。最明顯嘅就睇呢個啦，6月2號低位22668.35，22668嘅，咁好清楚睇完呢度啦，阻力位支持位。跟住咧，我哋用波浪理論睇，有兩個方法去睇。第一個方法，我哋好大膽假設，悲觀少少，即係話括弧 A、括弧 B 已經彈完啦。咁咧亦都有兩個睇法。第一個睇法咧，就由呢個嘅括弧 B 嘅起點，4月9號低位19260，升到去括弧 B 嘅終點。剛才講過24439啦，呢度係括弧 C。嗱，我有幾個初步嘅支持啦，我只能夠講初步支持啦，就係呢三個0.382。嗱，當然我係假設呢個位穿啦，假設呢個位22668失守啦，我哋先睇0.382、0.5同0.618倍量度跌幅目標，分別係寫低啦，22461、21850同埋21239嘅，22461、21850同埋21239嘅。呢個咧就已經係樂觀嘅睇法啦。悲觀嘅睇法就係點咧？呢個咧括弧 C 浪就會同括弧 A 浪等長。咁由於括弧 B 浪嘅頂係低過括弧 A 浪嘅起點，咁呢個低出嘅部分你減一減，我哋由呢度再度落，咪就係括弧 C 嗰個目標咯。咁呢個係較為悲觀少少嘅睇法。咁亦都同大家度一度啦。咁大家攞個計數機計一計，睇下呢個同我度出嚟嗰個有幾大嘅偏差咯噃。咁我度法就咁嘅，呢度跌到呢度，彈咗上嚟呢度，跟住貼一貼佢，黐實啲，應該就唔使動咗動作嘅。當你同時改好咗佢之後，好啦，咁一倍咧就係18825啊，目標就係18825。呢個咧就暫時嚟講係最差嘅睇法嚟㗎，係暫時啫。咁當然啦，即係發生核戰咁啊，另一回事啦。18825，跟住樂觀嘅睇法就點咧？